Vivian， 你哋平時買眼霜咧幾錢一盎嘅？我哋又話幾百蚊嘅喎，嗰啲。嗱，你幾百蚊係咪？但係咧，我今日咧有一款眼霜啊，我呢款眼霜咧，平時你哋幾百蚊係咪？我呢一款眼霜咧，佢平時咧都99蚊一瓶嘅，係一瓶嘅直播間嘅朋友仔，你睇清楚咯喎。哇，咁大樽！嗱，你睇清楚咯喎，呢個質量係咁樣嘅喎，佢平時係99蚊一瓶嘅，我今日咧佢入到我哋直播間咧，我叫佢打折，你睇唔睇到？睇到。然之後咧，你攞翻去係眼霜嚟㗎，係眼霜嚟㗎，你攞翻去試。打折啊！嗱，99蚊打個折。嗱，睇住小婉姐姐眼周咧，一定係要塗眼霜，大家唔好用嗰啲面霜塗去眼霜嘅位置，因為眼霜位置嘅皮膚係最嬌嫩嘅，佢係承受唔到嗰啲面霜嗰啲厚重嗰啲咁重啊 ，high rich 啊，咁眼霜咧係輕薄啲嘅，咁如果你係用面霜塗去眼周咧，你會容易有油脂粒，即係一粒粒一點點。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用眼霜，特別係我哋中年嘅夫乸仔啊，25歲開始嘅，你如果有好多皺紋嘅，你有冇聽過 SK 某 2啊？咁我哋呢一個產品咧，佢入邊咧個首選咧就係2列酵母，你可以查一查咧 SK 某 2咧佢係咪2列酵母？而我哋2列酵母呢個成分咧係非常之貴㗎。咁我哋今日咧，我哋一瓶佢99蚊，但係今日去到我直播間39蚊9一瓶，抵唔抵？抵！哇！抵唔抵？抵！然之後嗱，如果你哋想，連個瓶都好高端啊！如果你哋想試下嘅，我咁樣好冇？我再叫品牌方送多一瓶俾你哋，39蚊9兩瓶。係咪㗎，小婉咁大？真係㗎，因為我哋係微分子技術㗎，用咗，然之後咧佢好快吸收嘅喺周圍。如果我哋有好多皺紋嘅朋友仔，我哋一定要用。你唔使慳啊！你平時如果買貴嘅，咧就係佢即係好加速佢嘅吸收。咩叫微分子？就係吸收得好。冇錯。嗱，20秒可以吸收，你哋自己攞翻去試下。然之後咧，你可以開一盎，你用7日，你覺得唔啱嘅，你可以退翻嚟。兩盎係嗰啲比較慳家嗰啲媽媽們咧，平時咧佢都係買咗面霜，佢就唔會買眼霜噶啦。但係喺呢度咧，我強調下，千祈唔好用面霜塗去眼周啊！嗱，你咁樣好唔好？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可以俾幾多份？因為當時咧佢話俾18份嘅啫，想要嘅打個1，我幫你申請下。我唔係話嗰啲割韭菜嗰啲人嚟㗎，你39蚊9，你走去食個漢堡你都唔治嚇。2樽喎，你自己睇睇啦，佢真係99蚊一支㗎啦。咁然之後去到阿小媛姐姐直播間，打開佢俾你睇睇。阿梁仔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？眼霜嘅時候咧，用手指腹用無名指腹，唔好用力捽啊！眼部係唔可以用力捽㗎。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睇有冇特價？有幾多份？佢本來咧，佢就係諗住緊話俾你正裝試用7日嘅，咁你應承咗人哋，跟住你而家又突然之間叫人哋俾多1支出嚟咁人哋好為難嘅喎。咁你俾唔俾啊？你俾嘅我就買咯。小遠都開咗口啦，你去講啦。嗱，而家啲人全部打1啦，嗰啲媽媽。你頭先講話18份係嘛？18份我覺得應該可以溝通。你唔係18份啊，佢俾咗18份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68份？快啲！俾多1支就要68份。嗱，因為佢好抵嘅，為咗20蚊1支都唔使啊！呢個眼霜，快啲得唔得？全家都可以用啊！男人都可以用。我叫佢上30份先啦，我叫佢上30份先，跟住我同佢溝通，嗱，咁佢話係咁樣嘅，我哋上30份啊！嗱，我哋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1、2、3，上車。係。好。好嘢。嗱，你見到我咧，我係好少賣眼霜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唔係好識賣護膚品嘅，但係我都覺得佢好，而且咧我買得到佢咧係39蚊9兩支。屌，嗰啲閪佬咁快已經拍咗咁多份啦！佢自己走咗入去拍嗰啲閪佬，自己識得入去小黃車發嘅，我自己都未上，佢已經拍咗，點解會咁樣嘅？唔係，我頭先啱啱一開始我驚你乜嘢為咩嘅，跟住然後咧我就彈咗下槍，跟住後邊我就落翻啦。點知啲人已經好手快，咁變態嘅咩？咁快嘅咩？係啊！你睇下剩翻幾多份啊？你自己睇睇啦，你問下佢哋咁手快嘅點解？今日真係死啦！咁手快嘅真係手快有手慢冇嚇。唔單止係可以塗喺我哋隻眼，我哋塊面都係可以用，佢可以當面霜咁樣用。因為我哋塊面，我哋眼睛嗰啲皺紋咧係比較淺嘅，好似我哋塊面嗰啲法令紋啊、抬頭紋啊，仲有我哋嗰啲魚尾紋啊，你都係可以去塗嘅，你可以當面霜咁樣去用，都係可以淡化你塊面嗰啲紋紋路路。係啊，如果我哋平時咧啲木紋粗啊，我哋可以放埋落去啊，咁樣去當面霜得唔得？係咪當面霜會更加好啊？微分子技術啊，好心你個死人化妝品店咧，你係講清楚啲啦，微分子，你同我點交佢？好，我死咗入嚟咧，乜閪都唔解說，整到我喺度解說又唔識解說，我吔蕉咁樣食屎屙飯咁樣。佢好似話識得聽白話嘅，識得聽係點樣啊？60不黑，乜閪都唔識，仲學人哋做品牌方。嗱，佢可以咧抗皺緊致淡紋報告咧，我哋係有噶，打出嚟咧，屌鳩你，我煩到你鳩咁，死做品牌方做咁嘅喎。咩啊？笑乜閪啊？我俾你笑死我！我頭先見到佢打嘅，叫個品牌方嚟真係。眼霜通常有咩用咧？就係抗皺啦、提升啦，同埋緊致，肯定係呢幾樣噶啦。搽得眼霜肯定係抗皺、抗抌落嚟啊！因為你眼皮會抌噶嘛。會啊！1到30歲咧，佢咁樣噶嘛，佢會咁樣去抌落嚟噶嘛，會咁樣抌落嚟噶嘛。
所以咧呢度咧好多媽媽們，如果真係未用過眼霜嘅，趁住而家咁好福利，快啲買翻去試下，你哋就知道有咩好處。咁有人問咧，眼霜用嚟做面霜得唔得？我個人係唔建議㗎嚇，點解咧？眼霜係提供唔到我哋面部皮膚所需要嘅養分。哦，咁啊，咁我哋用面霜啦，我哋都有面霜㗎，呢個面霜。係面霜，你又唔可以搽去眼部啊，眼部搽去油脂粒，你知唔知有咩叫做油脂粒啊？知道，生呢啲一粒粒仔㗎嘛，白白色㗎嘛。今日大哥上咗嚟啊，不過佢話佢淨係識講普通話，佢識聽白話不過。哎，你好，男的還是女的？男的。你搞什麼鬼啊？你作為那個品牌方那個客服號又不打進來，不打出來啊？因為我們這個款就是說我們這個就是說2列酵母為成分嘛，就是說主打。誰人都知道了2列酵母，還有呢？因為我們還有膠原蛋白，膠原蛋白你也知道是一個填充還有補充的嘛，就是說對我們。你聽唔聽到？佢除咗2列酵母咧，佢仲有膠原蛋白喺度嘅。如果我哋兩面凹得勁一仔咧，你可以經常咧朝頭早用一次，晚上用一次，係咪 Vivian？對，針對我們臉上的紋紋路路，具有很好的一個抗皺緊緻的一個功效嘛。然後我們的2列酵母的成分已經有48%的一個成分了。2列酵母咧有48%啊！你講啊 Vivian。48%嘅2列酵母，還有玻尿酸啦。然後我們裡面還有3個進口的一個進口成分，3個國家的一個進口成分嘛。什麼啊？成分有咩嘢？說吧。3個國家的進口成分，德國、荷蘭、美國。什麼成分啊？叫做2列酵母，還有膠原蛋白，還有一個生育酚。生育酚啊？生育是生育啥的？生育酚它是一個啊，生育酚它是一個對臉上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屏障保護。哦。唔好意思，我啱先啦。即係等於佢啊，我嚟翻譯下啦。佢等於咧，佢膠原嘅蛋白咧，就等於可以幫我哋填充翻我哋嘅。跟住另外咧，佢呢個可以再幫我哋做一個保護罩。哦，明白。然後我們這一個一瓶是60克的，別人家一瓶20克的都要賣到99，我們家60克的嘛，一瓶都是別人頂3瓶的容量啦。哦，知啦，生育酚啊，生育酚啊，知道啦，大家姐香港嘅識鳩柒啦，今日之前唔識鳩柒，今日鬼撚知啫。我啱先仲衰啊，有一個叫世界嗰個咧，我死讀咗瞓機啊，仲抵死。總之佢嘅3個成分係由3個國家嘅認證㗎啦，已經係好好嘅。Vivian，你哋平時買眼霜咧幾錢一盎嘅？我哋又話幾百蚊嘅喎，我啲。嗱，你幾百蚊係咪？但係咧，我今日咧有一款眼霜啊，我呢款眼霜咧，平時你哋幾百蚊係咪？我呢一款眼霜咧，佢平時咧都99蚊一瓶嘅，係一瓶嘅直播間嘅朋友仔，你睇清楚咯喎。哇，咁大樽！嗱，你睇清楚咯喎，呢個質量係咁樣嘅喎，佢平時係99蚊一瓶嘅，我今日咧佢入到我哋直播間咧，我叫佢打折，你睇唔睇到？睇到。然之後咧，你攞翻去係眼霜嚟㗎，係眼霜嚟㗎，你攞翻去試，打折啊！嗱，99蚊打個折。睇住小婉姐姐眼周咧，一定係要塗眼霜，大家唔好用嗰啲面霜塗去眼霜嘅位置，因為眼霜位置嘅皮膚係最嬌嫩嘅，佢係承受唔到嗰啲面霜嗰啲厚重嗰啲咁重啊 ，high rich 啊，咁眼霜咧係輕薄啲嘅，咁如果你係用面霜塗去眼周咧，你會容易有油脂粒，即係一粒粒一點點。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用眼霜，特別係我哋中年嘅呼乸仔啊，25歲開始嘅，你如果有好多皺紋嘅，你有冇聽過 SK 某 2啊？咁我哋呢一個產品咧，佢入邊咧個首選咧就係2列酵母，你可以查一查咧。SK 某 2咧，佢係咪2列酵母？而我哋2列酵母呢個成分咧係非常之貴㗎。咁我哋今日咧，我哋一瓶佢99蚊，但係今日去到我直播間39蚊9一瓶，抵唔抵？抵。哇！抵唔抵？抵。然之後嗱，如果你哋想，連個瓶都好高端啊！如果你哋想試下嘅，我咁樣好冇？我再叫品牌方送多一瓶俾你哋，39蚊9兩瓶。係咪㗎，小婉咁大？真係㗎，因為我哋係微分子技術㗎，用咗，然之後咧佢好快吸收嘅喺周圍。如果我哋有好多皺紋嘅朋友仔，我哋一定要用。你唔使慳啊！你平時如果買貴嘅，咧就係佢即係好加速佢嘅吸收。咩叫微分子？就係吸收得好。冇錯。嗱，20秒可以吸收，你哋自己攞翻去試下。然之後咧，你可以開一盎，你用7日，你覺得唔啱嘅，你可以退翻嚟。兩盎係嗰啲比較慳家嗰啲媽媽們咧，平時咧佢都係買咗面霜，佢就唔會買眼霜噶啦。但係喺呢度咧，我強調下，千祈唔好用面霜塗去眼周啊！嗱，你咁樣好唔好？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可以俾幾多份？因為當時咧佢話俾18份嘅啫，想要嘅打個1，我幫你申請下。我唔係話嗰啲割韭菜嗰啲人嚟㗎，你39蚊9，你走去食個漢堡你都唔治嚇。2樽喎，你自己睇睇啦，佢真係99蚊一支㗎啦。咁然之後去到阿小媛姐姐直播間，打開佢俾你睇睇。阿梁仔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？眼霜嘅時候咧，用手指腹用無名指腹，唔好用力捽啊！眼部係唔可以用力捽㗎。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睇有冇特價？有幾多份？佢本來咧，佢就係諗住緊話俾你正裝試用7日嘅，咁你應承咗人哋，跟住你而家又突然之間叫人哋俾多1支出嚟咁人哋好為難嘅喎。咁你俾唔俾啊？你俾嘅我就買咯。小遠都開咗口啦，你去講啦。嗱，而家啲人全部打1啦，嗰啲媽媽。你頭先講話18份係嘛？18份我覺得應該可以溝通。
你唔係18份啊，佢俾咗18份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68份？快啲，俾多一支仲要68份。嗱，因為佢好抵嘅，為咗20蚊一支都唔使啊！呢個眼霜，快啲得唔得？全家都可以用啊，男人都可以用。我叫佢上30份先啦，我叫佢上30份先，跟住我同佢溝通，嗱，咁佢話係咁樣嘅，我哋上30份啊！嗱，我哋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1、2、3，上車。係。好嘢。嗱，你見到我咧，我係好少賣眼霜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唔係好識賣護膚品嘅，但係我都覺得佢好，而且咧我買得到佢咧係39蚊2支。屌，嗰啲閪佬咁快已經拍咗咁多份啦！佢自己走咗入去拍嗰啲閪佬，自己識得入去小黃車發嘅，我自己都未上，佢已經拍咗啊！點解會咁樣嘅？唔係，我頭先啱啱一開始我驚你乜嘢為咩嘅，跟住然後咧我就彈咗下槍，跟住後邊我就落翻啦。點知啲人已經好手快，咁變態嘅咩？咁快嘅咩？係啊！你睇睇啊！你睇下剩翻幾多份啊？你自己睇睇啦！你問下佢，你問下佢哋咁手快嘅點解？今日真係死啦！咁手快嘅真係手快有手慢冇嚇。唔單止係可以塗喺我哋隻眼，我哋塊面都係可以用，佢可以當面霜咁樣用，因為我哋塊面、我哋眼睛嗰啲皺紋咧係比較淺嘅，好似我哋塊面嗰啲法令紋啊、抬頭紋啊，仲有我哋嗰啲魚尾紋啊，你都係可以去塗嘅，你可以當面霜咁樣去用，都係可以淡化你塊面嗰啲紋紋路路。係啊，如果我哋平時咧啲木紋粗啊，我哋可以放埋落去啊，咁樣去當面霜得唔得？係咪當面霜會更加好啊？微分子技術啊，好心你個死人化妝品店咧，你係講清楚啲啦，微分子，你同我點交佢？好，我死咗入嚟咧，乜閪都唔解説，整到我喺度解説又唔識解説，我吔蕉咁樣食屎屙飯咁樣。佢好似話識得聽白話嘅，識得聽係點樣啊？68克，乜閪都唔識，仲學人哋做品牌方。嗱，佢可以咧抗皺緊緻淡紋報告咧，我哋係有噶，打出嚟咧，屌鳩你！我煩到你狗咁，我死做品牌方做咁嘅喎。咩啊？笑乜閪啊？我俾你笑死我！我頭先見到佢打嘅。叫個品牌方嚟真係。眼霜通常有咩用咧？就係抗皺啦、提升啦，同埋緊緻，肯定係呢幾樣噶啦。搽得眼霜肯定係抗皺、抗抌落嚟啊！因為你眼皮會抌噶嘛。會啊！1到30歲咧，佢咁樣噶嘛，佢會咁樣去抌落嚟噶嘛，會咁樣抌落嚟噶嘛。所以咧呢度咧好多媽媽們，如果真係未用過眼霜嘅，趁住而家咁好福利，快啲買翻去試下，你哋就知道有咩好處。咁有人問咧，眼霜用嚟做面霜得唔得？我個人係唔建議㗎嚇。點解咧？眼霜係提供唔到我哋面部皮膚所需要嘅養分。哦，咁啊，咁我哋用面霜啦，我哋都有面霜㗎。呢個面霜係面霜，你又唔可以搽去眼部啊，眼部搽去油脂粒。你知唔知有咩叫做油脂粒啊？知道，生呢啲一粒粒仔㗎嘛，白白色㗎嘛。個品牌都上咗嚟啊，不過佢話佢淨係識講普通話，佢識聽白話不過。哎，你好。男的還是女的？男的。你搞什麼鬼啊？你作為那個品牌方那個客服號又不打進來，不打出來啊？因為我們這個款就是說我們這個就是說2列酵母為成分嘛，就是說主打。誰人都知道了2列酵母，還有呢？因為我們還有膠原蛋白，膠原蛋白你也知道是一個填充還有補充的嘛，就是說對我們。你聽唔聽到？佢除咗2列酵母咧，佢仲有膠原蛋白喺度嘅。如果我哋兩面凹得勁一仔咧，你可以經常咧朝頭早用一次，晚上用一次啊，係咪 Vivian？對，針對我們臉上的紋紋路路，具有很好的一個抗皺緊緻的一個功效嘛。然後我們的2列酵母的成分已經有48%的一個成分了。2列酵母咧有48%啊，你講啊 Vivian。48%嘅2列酵母，還有玻尿酸啦。然後我們裡面還有3個進口的一個進口成分，3個國家的一個進口成分嘛。什麼啊？成分有咩嘢？說吧。3個國家的進口成分，德國、荷蘭、美國。什麼成分啊？叫做2列酵母，還有膠原蛋白，還有一個生育酚。生育酚啊？生育是生育啥的？生育酚它是一個啊，生育酚它是一個對臉上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屏障保護。哦。唔好意思，我啱先啦。即係等於佢啊！我嚟翻譯下啦。佢等於咧，佢膠原嘅蛋白咧，就等於可以幫我哋填充翻我哋嘅。跟住另外咧，佢呢個可以再幫我哋做一個保護罩。哦，明白啦。然後我們這一個一瓶是60克的，別人家一瓶20克的都要賣到99，我們家60克的嘛，一瓶都是別人頂3瓶的容量啦。哦，知啦，生育酚啊，生育酚啊，知道啦，大家姐香港嘅識鳩柒啦，今日之前唔識鳩柒噶嘛，鬼撚知啫。我啱先仲衰啊，有一個叫世界嗰個咧，我死讀咗糞機啊，仲抵死。總之佢嘅3個成分係由3個國家嘅認證噶啦，已經係好好嘅。Vivian，你哋平時買眼霜咧幾錢一盎嘅？我哋又話幾百蚊嘅喎，我啲。嗱，你幾百蚊係咪？但係咧，我今日咧有一款眼霜啊，我呢款眼霜咧，平時你哋幾百蚊係咪？我呢一款眼霜咧，佢平時咧都99蚊一瓶嘅，係一瓶嘅直播間嘅朋友仔，你睇清楚咯喎。哇，咁大樽！嗱，你睇清楚咯喎，呢個質量係咁樣嘅喎，佢平時係99蚊一瓶嘅，我今日咧佢入到我哋直播間咧，我叫佢打折，你睇唔睇到？睇到。然之後咧，你攞翻去係眼霜嚟㗎，係眼霜嚟㗎，你攞翻去試。
你攞翻去試打折啊！嗱，99蚊打個折。嗱，睇住小婉姐姐眼周咧，一定係要塗眼霜，大家唔好用嗰啲面霜塗去眼霜嘅位置，因為眼霜位置嘅皮膚係最嬌嫩嘅，佢係承受唔到嗰啲面霜嗰啲厚重嗰啲咁重啊 ，rich 好 rich 啊，咁眼霜咧係輕薄啲嘅，咁如果你係用面霜塗去眼周咧，你會容易有油脂粒，即係一粒粒一點點。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用眼霜，特別係我哋中年嘅夫乸仔啊，25歲開始嘅，你如果有好多皺紋嘅，你有冇聽過 SK 某 2啊？咁我哋呢一個產品咧，佢入邊咧個首選咧就係2列酵母，你可以查一查咧 SK 某 2咧佢係咪2列酵母？而我哋2列酵母呢個成分咧係非常之貴噶。咁我哋今日咧，我哋一瓶佢99蚊，但係今日去到我直播間39蚊9一瓶，抵唔抵？抵，哇，抵唔抵？抵。然之後嗱，如果你哋想，連個瓶都好高端啊！如果你哋想試下嘅，我咁樣好冇？我再叫品牌方送多一瓶俾你哋，39蚊9兩瓶。係咪㗎，小婉咁大？真係㗎，因為我哋係微分子技術㗎，用咗，然之後咧佢好快吸收嘅喺周圍。如果我哋有好多皺紋嘅朋友仔，我哋一定要用。你唔使慳啊！你平時如果買貴嘅，咧就係佢即係好加速佢嘅吸收。咩叫微分子？就係吸收得好。冇錯。嗱，20秒可以吸收，你哋自己攞翻去試下。然之後咧，你可以開一罌，你用7日，你覺得唔啱嘅，你可以退翻嚟。兩罌係嗰啲比較慳家嗰啲媽媽們咧，平時咧佢都係買咗面霜，佢就唔會買眼霜噶啦。但係喺呢度咧，我強調下，千祈唔好用面霜塗去眼周啊！嗱，你咁樣好唔好？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可以俾幾多份？因為當時咧佢話俾18份嘅啫，想要嘅打個1，我幫你申請下。我唔係話嗰啲割韭菜嗰啲人嚟㗎，你39蚊9，你走去食個漢堡你都唔治嚇。2樽喎，你自己睇睇啦，佢真係99蚊一支㗎啦。咁然之後去到阿小媛姐姐直播間，打開佢俾你睇睇。阿梁仔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？眼霜嘅時候咧，用手指腹用無名指腹，唔好用力捽啊！眼部係唔可以用力捽㗎。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睇有冇特價？有幾多份？佢本來咧，佢就係諗住緊話俾你正裝試用7日嘅，咁你應承咗人哋，跟住你而家又突然之間叫人哋俾多1支出嚟咁人哋好為難嘅喎。咁你俾唔俾啊？你俾嘅我就買咯。小遠都開咗口啦，你去講啦。嗱，而家啲人全部打1啦，嗰啲媽媽。你頭先講話18份係嘛？18份我覺得應該可以溝通。你唔係18份啊，佢俾咗18份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68份？快啲，俾多1支就要68份。嗱，因為佢好抵嘅，為咗20蚊1支都唔使啊！呢個眼霜，快啲得唔得？全家都可以用啊！男人都可以用。我叫佢上30份先啦，我叫佢上30份先，跟住我同佢溝通，嗱，咁佢話係咁樣嘅，我哋上30份啊！嗱，我哋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1、2、3，上車。係。好嘢。嗱，你見到我咧，我係好少賣眼霜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唔係好識賣護膚品嘅，但係我都覺得佢好，而且咧我買得到佢咧係39蚊9兩支。屌，嗰啲閪佬咁快已經拍咗咁多份啦！佢自己走咗入去拍嗰啲閪佬，自己識得入去小黃車發嘅，我自己都未上，佢已經拍咗，點解會咁樣嘅？唔係，我頭先啱啱一開始我驚你乜嘢為咩嘅，跟住然後咧我就彈咗下槍，跟住後邊我就落翻啦。點知啲人已經好手快，咁變態嘅咩？咁快嘅咩？係啊！你睇睇啦，你睇下剩翻幾多份啊？你自己睇睇啦，你問下佢，你問下佢哋咁手快嘅點解？今日真係死啦！咁手快嘅真係手快有手慢冇嚇。唔單止係可以塗喺我哋隻眼，我哋塊面都係可以用，佢可以當面霜咁樣用，因為我哋塊面、我哋眼睛嗰啲皺紋咧係比較淺嘅，好似我哋塊面嗰啲法令紋啊、抬頭紋啊，仲有我哋嗰啲魚尾紋啊，你都係可以去塗嘅，你可以當面霜咁樣去用，都係可以淡化你塊面嗰啲紋紋路路。係啊，如果我哋平時咧啲木紋粗啊，我哋可以放埋落去啊，咁樣去當面霜得唔得？係咪當面霜會更加好啊？微分子技術啊，好心你個死人化妝品店咧，你係講清楚啲啦，微分子，你同我點交佢？好，我死咗入嚟咧，乜閪都唔解說，整到我喺度解說又唔識解說，我吔蕉咁樣食屎屙飯咁樣。佢好似話識得聽白話嘅，識得聽係點樣啊？60不黑，乜閪都唔識，仲學人哋做品牌方。嗱，佢可以咧抗皺緊致淡紋報告咧，我哋係有噶，打出嚟咧，屌鳩你，我煩到你鳩咁，識做品牌方做咁嘅喎。咩啊？笑乜閪啊？我俾你笑死我！我頭先見到佢打嘅，叫個品牌方嚟真係。眼霜通常有咩用咧？就係抗皺啦、提升啦，同埋緊致，肯定係呢幾樣噶啦。搽得眼霜肯定係抗皺、抗抌落嚟啊！因為你眼皮會抌噶嘛。會啊！1到30歲咧，佢咁樣噶嘛，佢會咁樣去抌落嚟噶嘛，會咁樣抌落嚟噶嘛。所以咧，呢度咧好多媽媽們，如果真係未用過眼霜嘅，趁住而家咁好福利，快啲買翻去試下，你哋就知道有咩好處。咁有人問咧，眼霜用嚟做面霜得唔得？我個人係唔建議㗎嚇。點解咧？眼霜係提供唔到我哋面部皮膚所需要嘅養分。哦，咁啊，咁我哋用面霜啦，我哋都有面霜㗎。呢個面霜，係面霜，你又唔可以搽去眼部啊，眼部搽去油脂粒。你知唔知有咩叫做油脂粒啊？知道，生呢啲一粒粒仔㗎嘛，白白色㗎嘛。個品牌都上咗嚟啊，不過佢話佢淨係識講普通話，佢識聽白話不過。哎，你好。男的還是女的？男的。
你搞什麼鬼啊？你作為那個品牌方那個客服號又不打進來，不打出來啊？因為我們這一個款就是說我們這個就是說2列酵母為成分嘛，就是說主打。誰人都知道了，2列酵母，還有呢？因為我們還有膠原蛋白，膠原蛋白你也知道是一個填充還有補充的嘛，就是說對我們。你聽唔聽到？佢除咗2列酵母咧，佢仲有膠原蛋白喺度嘅。如果我哋兩面凹得勁一仔咧，你可以經常咧朝頭早用一次，晚上用一次，係咪 Vivian？對，針對我們臉上的紋紋路路，具有很好的一個抗皺緊緻的一個功效嘛。然後我們的2列酵母的成分已經有48%的一個成分了。2列酵母咧有48%啊！你講啊 Vivian。48%嘅2列酵母，還有玻尿酸啦。然後我們裡面還有3個進口的一個進口成分，3個國家的一個進口成分嘛。什麼啊？成分有咩嘢？說吧。3個國家的進口成分，德國、荷蘭、美國。什麼成分啊？叫做2列酵母，還有膠原蛋白，還有一個生育酚。生育酚啊？生育是生育啥的？生育酚它是一個啊，生育酚它是一個對臉上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屏障保護。哦。唔好意思，我啱先啦。即係等於佢啊，我嚟翻譯下啦。佢等於咧，佢膠原嘅蛋白咧，就等於可以幫我哋填充翻我哋嘅。跟住另外咧，佢呢個可以再幫我哋做一個保護罩。哦，明白啦。然後我們這一個一瓶是60克的，別人家一瓶20克的都要賣到99，我們家60克的嘛，一瓶都是頂別人頂3瓶的容量啦。哦，知啦，生育酚啊，生育酚啊，知道啦，大家姐香港嘅識鳩柒啦，今日之前唔識鳩柒，今日鬼撚知啫。我啱先仲衰啊，有一個叫世界嗰個咧，我死讀咗糞機啊，仲抵死。總之佢嘅3個成分係由3個國家嘅認證㗎啦，已經係好好嘅。Vivian，你哋平時買眼霜咧幾錢一盎嘅？我哋啊話幾百蚊嘅喎，嗰啲。嗱，你幾百蚊係咪？但係咧，我今日咧有一款眼霜啊，我呢款眼霜咧，平時你哋幾百蚊係咪？我呢一款眼霜咧，佢平時咧都99蚊一瓶嘅，係一瓶嘅直播間嘅朋友仔，你睇清楚咯喎。哇，咁大樽！嗱，你睇清楚咯喎，呢個質量係咁樣嘅喎，佢平時係99蚊一瓶嘅，我今日咧佢入到我哋直播間咧，我叫佢打折，你睇唔睇到？睇到。然之後咧，你攞翻去係眼霜嚟㗎，係眼霜嚟㗎，你攞翻去試，打折啊！嗱，99蚊打個折。嗱，睇住小丸姐姐眼周咧，一定係要塗眼霜，大家唔好用嗰啲面霜塗去眼霜嘅位置，因為眼霜位置嘅皮膚係最嬌嫩嘅，佢係承受唔到嗰啲面霜嗰啲厚重嗰啲咁重啊 ，high rich 啊，咁眼霜咧係輕薄啲嘅，咁如果你係用面霜塗去眼周咧，你會容易有油脂粒，即係一粒粒一點點。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用眼霜，特別係我哋中年嘅夫乸仔啊，25歲開始嘅，你如果有好多皺紋嘅，你有冇聽過 SK 某 2啊？咁我哋呢一個產品咧，佢入邊咧個首選咧就係2列酵母，你可以查一查咧 SK 某 2咧佢係咪2列酵母？而我哋2列酵母呢個成分咧係非常之貴㗎。咁我哋今日咧，我哋一瓶佢99蚊，但係今日去到我直播間39蚊9一瓶，抵唔抵？抵。哇！抵唔抵？抵。然之後嗱，如果你哋想，連個瓶都好高端啊！如果你哋想試下嘅，我咁樣好冇？我再叫品牌方送多一瓶俾你哋，39蚊9兩瓶。係咪㗎，小丸咁大？真係㗎，因為我哋係微分子技術㗎，用咗，然之後咧佢好快吸收嘅喺周圍。如果我哋有好多皺紋嘅朋友仔，我哋一定要用。你唔使慳啊！你平時如果買貴嘅，咧就係佢即係好加速佢嘅吸收。咩叫微分子？就係吸收得好。冇錯。嗱，20秒可以吸收，你哋自己攞翻去試下。然之後咧，你可以開一盎，你用7日，你覺得唔啱嘅，你可以退翻嚟。兩盎係嗰啲比較慳家嗰啲媽媽們咧，平時咧佢都係買咗面霜，佢就唔會買眼霜噶啦。但係喺呢度咧，我強調下，千祈唔好用面霜塗去眼周啊！嗱，你咁樣好唔好？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可以俾幾多份？因為當時咧佢話俾18份嘅啫，想要嘅打個1，我幫你申請下。我唔係話嗰啲割韭菜嗰啲人嚟㗎，你39蚊9，你走去食個漢堡你都唔治嚇。2樽喎，你自己睇睇啦，佢真係99蚊一支㗎啦。咁然之後去到阿小圓姐姐直播間，打開佢俾你睇睇。阿梁仔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？眼霜嘅時候咧，用手指腹用無名指腹，唔好用力捽啊！眼部係唔可以用力捽㗎。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睇有冇特價？有幾多份？佢本來咧，佢就係諗住緊話俾你正裝試用7日嘅，咁你應承咗人哋，跟住你而家又突然之間叫人哋俾多1支出嚟咁人哋好為難嘅喎。咁你俾唔俾啊？你俾嘅我就買咯。小丸都開咗口啦，你去講啦。嗱，而家啲人全部打1啦，嗰啲媽媽。你頭先講話18份係嘛？18份我覺得應該可以溝通。你唔係18份啊，佢俾咗18份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68份？快啲，俾多1支就要68份。嗱，因為佢好抵嘅，為咗20蚊1支都唔使啊！呢個眼霜，快啲得唔得？全家都可以用啊！男人都可以用。我叫佢上30份先啦，我叫佢上30份先，跟住我同佢溝通，嗱，咁佢話係咁樣嘅，我哋上30份啊！嗱，我哋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1、2、3，上車。係。好。好嘢。嗱，你見到我咧，我係好少賣眼霜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唔係好識賣護膚品嘅，但係我都覺得佢好，而且咧我買得到佢咧係39蚊9兩支。屌，嗰啲閪佬咁快已經拍咗咁多份啦。
佢自己走咗入去拍嗰啲閪佬，自己識得入去小黃車發嘅，我自己都未上，佢已經拍咗，點解會咁樣嘅？唔係，我頭先啱啱一開始我驚你乜嘢為咩嘅，跟住然後咧我就彈咗下槍，跟住後邊我就落翻啦。點知啲人已經好手快，咁變態嘅咩？咁快嘅咩？係啊你睇睇啊，你睇下剩翻幾多份啊？你自己睇睇啦，你問下佢哋咁手快嘅點解？今日真係死啦！咁手快嘅真係手快有手慢冇嚇。唔單止係可以塗喺我哋隻眼，我哋塊面都係可以用，佢可以當面霜咁樣用，因為我哋塊面、我哋眼睛嗰啲皺紋咧係比較淺嘅，好似我哋塊面嗰啲法令紋啊、抬頭紋啊，仲有我哋嗰啲魚尾紋啊，你都係可以去塗嘅，你可以當面霜咁樣去用，都係可以淡化你塊面嗰啲紋紋路路。係啊，如果我哋平時咧啲木紋粗啊，我哋可以放埋落去啊，咁樣去當面霜得唔得？係咪當面霜會更加好啊？微分子技術啊，好心你個死人化妝品店咧，你係講清楚啲啦，微分子，你同我點交佢？好，我死咗入嚟咧，乜閪都唔解説，整到我喺度解説又唔識解説，我吔蕉咁樣食屎屙飯咁樣。佢好似話識得聽白話嘅，識得聽係點樣啊？60不黑，乜閪都唔識，仲學人哋做品牌方。嗱，佢可以咧抗皺緊緻淡紋報告咧，我哋係有噶，打出嚟咧，屌鳩你！我煩到你狗咁，死咗品牌方做咁嘅喎。咩啊？小乜閪啊？我俾你笑死我！我頭先見到佢打嘅，叫個品牌方嚟真係。眼霜通常有咩用咧？就係抗皺啦、提升啦，同埋緊緻，肯定係呢幾樣噶啦。搽得眼霜肯定係抗皺、抗抌落嚟啊！因為你眼皮會抌噶嘛。會啊，1到30歲咧，佢咁樣噶嘛，佢會咁樣去抌落嚟噶嘛，會咁樣抌落嚟噶嘛。所以咧呢度咧好多媽媽們，如果真係未用過眼霜嘅，趁住而家咁好福利，快啲買翻去試下，你哋就知道有咩好處。咁有人問咧，眼霜用嚟做面霜得唔得？我個人係唔建議㗎嚇，點解咧？眼霜係提供唔到我哋面部皮膚所需要嘅養分。哦，咁啊，咁我哋用面霜啦，我哋都有面霜㗎，呢個面霜。係面霜，你又唔可以搽去眼部啊，眼部搽去油脂粒，你知唔知有咩叫做油脂粒啊？知道，生呢啲一粒粒仔㗎嘛，白白色㗎嘛。個品牌方上咗嚟啊，不過佢話佢淨係識講普通話，佢識聽白話不過。哎，你好。男的還是女的？男的。你搞什麼鬼啊？你作為那個品牌方那個客服號又不打進來，不打出來啊？因為我們這個款就是說我們這個就是說2列酵母為成分嘛，就是說主打。誰人都知道了2列酵母，還有呢？因為我們還有膠原蛋白，膠原蛋白你也知道是一個填充還有補充的嘛，就是說對我們。你聽唔聽到？佢除咗2列酵母咧，佢仲有膠原蛋白喺度嘅。如果我哋兩面凹得勁一仔咧，你可以經常咧朝頭早用一次，晚上用一次，係咪 Vivian？對，針對我們臉上的紋紋路路，具有很好的一個抗皺緊緻的一個功效嘛。然後我們的2列酵母的成分已經有48%的一個成分了。2列酵母咧有48%啊！你講啊 Vivian。48%嘅2列酵母，還有玻尿酸啦。然後我們裡面還有3個進口的一個進口成分，3個國家的一個進口成分嘛。什麼啊？成分有咩嘢？說吧。3個國家的進口成分，德國、荷蘭、美國。什麼成分啊？叫做2列酵母，還有膠原蛋白，還有一個生育酚。生育酚啊？生育是生育啥的？生育酚它是一個啊，生育酚它是一個對臉上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屏障保護。哦。唔好意思，我啱先啦。即係等於佢啊！我嚟翻譯下啦。佢等於咧，佢膠原嘅蛋白咧，就等於可以幫我哋填充翻我哋嘅。跟住另外咧，佢呢個可以再幫我哋做一個保護罩。哦，明白啦。然後我們這一個一瓶是60克的，別人家一瓶20克的都要賣到99，我們家60克的嘛，一瓶都是別人頂3瓶的容量啦。哦，知啦，生育酚啊，生育酚啊，知道啦，大家姐香港嘅識鳩柒啦，今日之前唔識鳩柒噶嘛，鬼撚知啫。我啱先仲衰啊，有一個叫世界嗰個咧，我死讀咗糞機啊，仲抵死。總之佢嘅3個成分係由3個國家嘅認證噶啦，已經係好好嘅。Vivian，你哋平時買眼霜咧幾錢一盎嘅？我哋又話幾百蚊嘅喎，我啲。嗱，你幾百蚊係咪？但係咧，我今日咧有一款眼霜啊，我呢款眼霜咧，平時你哋幾百蚊係咪？我呢一款眼霜咧，佢平時咧都99蚊一瓶嘅，係一瓶嘅直播間嘅朋友仔，你睇清楚咯喎。哇，咁大樽！嗱，你睇清楚咯喎，呢個質量係咁樣嘅喎，佢平時係99蚊一瓶嘅，我今日咧佢入到我哋直播間咧，我叫佢打折，你睇唔睇到？睇到。然之後咧，你攞翻去係眼霜嚟㗎，係眼霜嚟㗎，你攞翻去試，打折啊！嗱，99蚊打個折。嗱，睇住小丸姐姐眼周咧，一定係要塗眼霜，大家唔好用嗰啲面霜塗去眼霜嘅位置，因為眼霜位置嘅皮膚係最嬌嫩嘅，佢係承受唔到嗰啲面霜嗰啲厚重嗰啲咁重啊 ，high rich 啊，咁眼霜咧係輕薄啲嘅，咁如果你係用面霜塗去眼周咧，你會容易有油脂粒，即係一粒粒一點點。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用眼霜，特別係我哋中年嘅夫乸仔啊，25歲開始嘅，你如果有好多皺紋嘅，你有冇聽過 SK Motu 啊？咁我哋呢個產品咧，佢入邊咧個首選咧就係2列酵母，你可以查一查咧。
SK 某 2咧，佢係咪2列酵母？而我哋2列酵母呢個成分咧係非常之貴㗎。咁我哋今日咧，我哋一瓶佢99蚊，但係今日去到我直播間39蚊9一瓶，抵唔抵？抵，哇！抵唔抵？抵。然之後嗱，如果你哋想，連個瓶都好高端啊！如果你哋想試下嘅，我咁樣好冇？我再叫品牌方送多一瓶俾你哋，39蚊9兩瓶。係咪㗎，小丸咁大？真係㗎，因為我哋係微分子技術㗎，用咗，然之後咧佢好快吸收嘅喺周圍。如果我哋有好多皺紋嘅朋友仔，我哋一定要用。你唔使慳啊！你平時如果買貴嘅，咧就係佢即係好加速佢嘅吸收。咩叫微分子？就係吸收得好。冇錯。嗱，20秒可以吸收，你哋自己攞翻去試下。然之後咧，你可以開一罌，你用7日，你覺得唔啱嘅，你可以退翻嚟。兩罌係嗰啲比較慳家嗰啲媽媽們咧，平時咧佢都係買咗面霜，佢就唔會買眼霜噶啦。但係喺呢度咧，我強調下，千祈唔好用面霜塗去眼周啊！嗱，你咁樣好唔好？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可以俾幾多份？因為當時咧佢話俾18份嘅啫，想要嘅打個1，我幫你申請下。我唔係話嗰啲割韭菜嗰啲人嚟㗎，你39蚊9，你走去食個漢堡你都唔治嚇。2樽喎，你自己睇睇啦，佢真係99蚊1支㗎啦。咁然之後去到阿小圓姐姐直播間，打開佢俾你睇睇。阿梁仔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？眼霜嘅時候咧，用手指腹用無名指腹，唔好用力捽啊！眼部係唔可以用力捽㗎。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睇有冇特價？佢嗰度咧，佢本來咧，佢就係諗住緊話俾你正裝試用7日嘅，咁你應承咗人哋，跟住你而家又突然之間叫人哋俾多1支出嚟咁人哋好為難嘅喎。咁你俾唔俾啊？你俾嘅我就買咯。小丸都開咗口啦，你去講啦。嗱，而家啲人全部打1啦，嗰啲媽媽。你頭先講話18份係嘛？18份我覺得應該可以溝通。你唔係18份啊，佢俾咗18份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68份？快啲，俾多1支就要68份。嗱，因為佢好抵嘅，為咗20蚊1支都唔使啊！呢個眼霜，快啲得唔得？全家都可以用啊！男人都可以用。我叫佢上30份先啦，我叫佢上30份先，跟住我同佢溝通，嗱，咁佢話係咁樣嘅，我哋上30份啊！嗱，我哋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1、2、3，上車。係。好嘢。嗱，你見到我咧，我係好少賣眼霜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唔係好識賣護膚品嘅，但係我都覺得佢好，而且咧我買得到佢咧係39蚊9兩支。屌，嗰啲閪佬咁快已經拍咗咁多份啦！佢自己走咗入去拍嗰啲閪佬，自己識得入去小黃車發嘅，我自己都未上，佢已經拍咗，點解會咁樣嘅？唔係，我頭先啱啱一開始我驚你乜嘢為咩嘅，跟住然後咧我就彈咗下槍，跟住後邊我就落翻啦。點知啲人已經好手快，咁變態嘅咩？咁快嘅咩？係啊！你睇睇啦，你睇下剩翻幾多份啊？你自己睇睇啦，你問下佢，你問下佢哋咁手快嘅點解？今日真係死啦！咁手快嘅真係手快有手慢冇嚇。唔單止係可以塗喺我哋隻眼，我哋塊面都係可以用，佢可以當面霜咁樣用，因為我哋塊面、我哋眼睛嗰啲皺紋咧係比較淺嘅，好似我哋塊面嗰啲法令紋啊、抬頭紋啊，仲有我哋嗰啲魚尾紋啊，你都係可以去塗嘅，你可以當面霜咁樣去用，都係可以淡化你塊面嗰啲紋紋路路。係啊，如果我哋平時咧啲木紋粗啊，我哋可以放埋落去啊，咁樣去當面霜得唔得？係咪當面霜會更加好啊？微分子技術啊，好心你個死人化妝品店咧，你係講清楚啲啦，微分子，你同我點交佢？好，我死咗入嚟咧，乜閪都唔解説，整到我喺度解説又唔識解説，我吔蕉咁樣食屎屙飯咁樣。佢好似話識得聽白話嘅，識得聽係點樣啊？60不黑，乜閪都唔識，仲學人哋做品牌方。嗱，佢可以咧抗皺緊緻淡紋報告咧，我哋係有噶，打出嚟咧，屌鳩你！我煩到你狗咁，死做品牌方做咁嘅喎。咩啊？小乜閪啊！我俾你笑死我！我頭先見到佢打嘅，叫個品牌方嚟真係。眼霜通常有咩用咧？就係抗皺啦、提升啦，同埋緊緻，肯定係呢幾樣噶啦。搽得眼霜肯定係抗皺、抗抌落嚟啊！因為你眼皮會抌噶嘛。會啊！1到30歲咧，佢咁樣噶嘛，佢會咁樣去抌落嚟噶嘛，會咁樣抌落嚟噶嘛。所以咧，呢度咧好多媽媽們，如果真係未用過眼霜嘅，趁住而家咁好福利，快啲買翻去試下，你哋就知道有咩好處。咁有人問咧，眼霜用嚟做面霜得唔得？我個人係唔建議㗎嚇。點解咧？眼霜係提供唔到我哋面部皮膚所需要嘅養分。哦，咁啊，咁我哋用面霜啦，我哋都有面霜㗎。呢個面霜，係面霜，你又唔可以搽去眼部啊，眼部搽去油脂粒。你知唔知有咩叫做油脂粒啊？知道，生呢啲一粒粒仔㗎嘛，白白色㗎嘛。個品牌都上咗嚟啊，不過佢話佢淨係識講普通話，佢識聽白話不過。哎，你好。男的還是女的？男的。你搞什麼鬼啊？你作為那個品牌方那個客服號又不打進來，不打出來啊？因為我們這個款就是說我們這個就是說2列酵母為成分嘛，就是說主打。誰人都知道了2列酵母，還有呢？
因為我們還有膠原蛋白，膠原蛋白你也知道是一個填充還有補充的嘛，就是說對我們你聽唔聽到？佢除咗2列酵母咧，佢仲有膠原蛋白喺度嘅。如果我哋兩面凹得勁一仔咧，你可以經常咧朝頭早用一次，晚上用一次，係咪 Vivian？對，針對我們臉上的紋紋路路，具有很好的一個抗皺緊緻的一個功效嘛。然後我們的2列酵母的成分已經有48%的一個成分了。2列酵母咧有48%啊，你講啊 Vivian。48%嘅2列酵母，還有玻尿酸啦。然後我們裡面還有3個進口的一個進口成分，3個國家的一個進口成分嘛。什麼啊？成分有咩嘢？說吧。3個國家的進口成分，德國、荷蘭、美國。什麼成分啊？叫做2列酵母，還有膠原蛋白，還有一個生育酚。生育酚啊？生育是生育啥的？生育酚它是一個啊，生育酚它是一個對臉上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屏障保護。哦。唔好意思，我啱先咧，即係等於佢啊！我嚟翻譯下啦，佢等於咧佢膠原嘅蛋白咧，就等於可以幫我哋填充翻我哋嘅。跟住另外咧，佢呢個可以再幫我哋做一個保護罩。哦，明白啦，然後我們這一個一瓶是60克的，別人家一瓶20克的都要賣到99，我們家60克的嘛，一瓶都是別人頂3瓶的容量啦。哦，知啦，生育酚啊，生育酚啊，知道啦，大家姐香港嘅識鳩柒啦，今日之前唔識鳩柒，今日鬼撚知啫。我啱先仲衰啊，有一個叫世界嗰個咧，我死讀咗瞓機啊，仲抵死。總之佢嘅3個成分係由3個國家嘅認證㗎啦，已經係好好嘅。Vivian，你哋平時買眼霜咧幾錢一盎嘅？我哋啊話幾百蚊喎嗰啲。嗱，你幾百蚊係咪？但係咧，我今日咧有一款眼霜啊，我呢款眼霜咧，平時你哋幾百蚊係咪？我呢一款眼霜咧，佢平時咧都99蚊一瓶嘅，係一瓶嘅直播間嘅朋友仔，你睇清楚咯喎。哇，咁大樽！嗱，你睇清楚咯喎，呢個質量係咁樣嘅喎，佢平時係99蚊一瓶嘅，我今日咧佢入到我哋直播間咧，我叫佢打折，你睇唔睇到？睇到。然之後咧，你攞翻去係眼霜嚟㗎，係眼霜嚟㗎，你攞翻去試，打折啊！嗱，99蚊打個折。嗱，睇住小丸姐姐眼周咧，一定係要塗眼霜，大家唔好用嗰啲面霜塗去眼霜嘅位置，因為眼霜位置嘅皮膚係最嬌嫩嘅，佢係承受唔到嗰啲面霜嗰啲厚重嗰啲咁重啊 ，rich 好 rich 啊，咁眼霜咧係輕薄啲嘅，咁如果你係用面霜塗去眼周咧，你會容易有油脂粒，即係一粒粒一點點。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用眼霜，特別係我哋中年嘅夫乸仔啊，25歲開始嘅，你如果有好多皺紋嘅，你有冇聽過 SK Motu 啊？咁我哋呢一個產品咧，佢入邊咧個首選咧就係2列酵母，你可以查一查咧 SK Motu 咧佢係咪2列酵母？而我哋2列酵母呢個成分咧係非常之貴㗎。咁我哋今日咧，我哋一瓶佢99蚊，但係今日去到我直播間39蚊9一瓶，抵唔抵？抵。哇！抵唔抵？抵。然之後嗱，如果你哋想，連個瓶都好高端啊！如果你哋想試下嘅，我咁樣好冇？我再叫品牌方送多一瓶俾你哋，39蚊9兩瓶。係咪㗎，小丸咁大？真係㗎，因為我哋係微分子技術㗎，用咗，然之後咧佢好快吸收嘅喺周圍。如果我哋有好多皺紋嘅朋友仔，我哋一定要用。你唔使慳啊！你平時如果買貴嘅，咧就係佢即係好加速佢嘅吸收。咩叫微分子？就係吸收得好。冇錯。嗱，20秒可以吸收，你哋自己攞翻去試下。然之後咧，你可以開一盎，你用7日，你覺得唔啱嘅，你可以退翻嚟。2盎。係嗰啲比較慳家嗰啲媽媽們咧，平時咧佢都係買咗面霜，佢就唔會買眼霜噶啦。但係喺呢度咧，我強調下，千祈唔好用面霜塗去眼周啊！唔係呢度。你咁樣好唔好？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可以俾幾多份？因為當時咧佢話俾18份嘅啫，想要嘅打個1，我幫你申請下。我唔係話嗰啲割韭菜嗰啲人嚟㗎，你39蚊9，你走去食個漢堡你都唔止嚇。2樽喎，你自己睇睇啦，佢真係99蚊1支㗎啦。咁然之後去到阿小圓姐姐直播間，打開佢俾你睇睇。阿梁仔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？眼霜嘅時候咧，用手指腹用無名指腹，唔好用力捽啊！眼部係唔可以用力捽㗎。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睇有冇特價？嗰度咧，佢本來咧，佢就係諗住緊話俾你正裝試用7日嘅，咁你應承咗人哋，跟住你而家又突然之間叫人哋俾多1支出嚟咁人哋好為難嘅喎。咁你俾唔俾啊？你俾嘅我就買咯。小丸都開咗口啦，你去講啦。嗱，而家啲人全部打1啦，嗰啲媽媽。你頭先講話18份係嘛？18份我覺得應該可以溝通。你唔係18份啊，佢俾咗18份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68份？快啲，俾多1支就要68份。嗱，因為佢好抵嘅，為咗20蚊1支都唔使啊！呢個眼霜，快啲得唔得？全家都可以用啊，男人都可以用。我叫佢上30份先啦，我叫佢上30份先，跟住我同佢溝通，嗱，咁佢話係咁樣嘅，我哋上30份啦。嗱，我哋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1、2、3，上車。係。好嘢。嗱，你見到我咧，我係好少賣眼霜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唔係好識賣護膚品嘅，但係我都覺得佢好，而且咧我買得到佢咧係39蚊9兩支。屌，嗰啲閪佬咁快已經拍咗咁多份啦！佢自己走咗入去拍嗰啲閪佬，自己識得入去小黃車發嘅，我自己都未上，佢已經拍咗，點解會咁樣嘅？唔係，我頭先啱啱一開始我驚你乜嘢為咩嘅，跟住然後咧我就彈咗下槍，跟住後邊我就落翻啦。點知啲人已經好手快，咁變態嘅咩？咁快嘅咩？
係啊你睇睇啊，你睇下剩翻幾多份啊？你自己睇睇啦，你問下佢，你問下佢哋咁手快嘅點解？今日真係死啦！咁手快嘅真係手快有手慢冇嚇。唔單止係可以塗喺我哋隻眼，我哋塊面都係可以用，佢可以當面霜咁樣用，因為我哋塊面、我哋眼睛嗰啲皺紋咧係比較淺嘅，好似我哋塊面嗰啲法令紋啊、抬頭紋啊，仲有我哋嗰啲魚尾紋啊，你都係可以去塗嘅，你可以當面霜咁樣去用，都係可以淡化你塊面嗰啲紋紋路路。係啊，如果我哋平時咧啲木紋粗啊，我哋可以放埋落去啊，咁樣去當面霜得唔得？係咪當面霜會更加好啊？微分子技術啊，好心你個死人化妝品店咧，你啊講清楚啲啦，微分子，你同我點兜佢？好，我死咗入嚟咧，乜閪都唔解説，整到我喺度解説又唔識解説，我吔蕉咁樣食屎屙飯咁樣。佢好似話識得聽白話嘅，識得聽係點樣啊？60不黑，乜閪都唔識，仲學人哋做品牌方。嗱，佢可以咧抗皺緊致淡紋報告咧，我哋係有噶，打出嚟咧，屌鳩你！我煩到你鳩咁，識做品牌方仲咁嘅喎。咩啊？笑乜閪啊？我俾你笑死我！我頭先見到佢打嘅，叫個品牌方嚟真係。眼霜通常有咩用咧？就係抗皺啦、提升啦，同埋緊致，肯定係呢幾樣噶啦。搽得眼霜肯定係抗皺、抗抌落嚟啊！因為你眼皮會抌噶嘛。會啊，1到30歲咧，佢咁樣噶嘛，佢會咁樣去抌落嚟噶嘛，會咁樣抌落嚟噶嘛。所以咧呢度咧好多媽媽們，如果真係未用過眼霜嘅，趁住而家咁好福利，快啲買翻去試下，你哋就知道有咩好處。咁有人問咧，眼霜用嚟做面霜得唔得？我個人係唔建議㗎嚇，因為咧眼霜係提供唔到我哋面部皮膚所需要嘅養分。哦，咁啊，咁我哋用面霜啦，我哋都有面霜㗎，呢個面霜。但係面霜你又唔可以搽去眼部啊，眼部搽去油脂粒，你知唔知有咩叫做油脂粒啊？知道，生呢啲一粒粒仔㗎嘛，白白色㗎嘛。個品牌方上咗嚟啊，不過佢話佢淨係識講普通話，佢識聽白話不過。哎，你好，男的還是女的？男的。你搞什麼鬼啊？你作為那個品牌方那個客服號又不打進來，不打出來啊？因為我們這一個款就是說我們這個就是說2裂酵母為成分嘛，就是說主打。誰人都知道了，2裂酵母，還有呢？因為我們還有膠原蛋白，膠原蛋白你也知道是一個填充還有補充的嘛，就是說對我們。你聽唔聽到？佢除咗2裂酵母咧，佢仲有膠原蛋白喺度嘅。如果我哋兩面凹得勁一仔咧，你可以經常咧朝頭早用1次，晚上用1次，係咪 Vivian？對，針對我們臉上的紋紋路路，具有很好的一個抗皺緊緻的一個功效嘛。然後我們的2裂酵母的成分已經有48%的一個成分了。2裂酵母咧有48%啊！你講啊 Vivian。48%嘅2裂酵母，還有玻尿酸啦。然後我們裡面還有3個進口的一個進口成分，3個國家的一個進口成分嘛。什麼啊？成分有咩嘢？說吧。3個國家的進口成分，德國、荷蘭、美國。什麼成分啊？叫做2裂酵母，還有膠原蛋白，還有一個生育酚。生育酚啊？生育是生育啥的？生育酚它是一個啊，生育酚它是一個對臉上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屏障保護。哦。唔好意思，我啱先啦。即係等於佢啊！我哋翻譯下啦，佢等於咧，佢膠原嘅蛋白咧，就等於可以幫我哋填充翻我哋嘅。跟住另外咧，佢呢個可以再幫我哋做一個保護罩。哦，明白啦，然後我們這一個一瓶是60克的，別人家一瓶20克的都要賣到99，我們家60克的嘛，一瓶都是頂別人頂3瓶的容量啦。哦，知啦，生育酚啊，生育酚啊，知道啦，大家姐香港嘅識鳩柒啦，今日之前唔識鳩柒噶嘛，鬼撚知啫。我啱先仲衰啊，有一個叫世界嗰個咧，我死讀咗瞓機啊，仲抵先。總之佢嘅3個成分係由3個國家嘅認證噶啦，已經係好好嘅。Vivian，你哋平時買眼霜咧幾錢一盎嘅？我哋啊話幾百蚊嘅喎，嗰啲。嗱，你幾百蚊係咪？但係咧，我今日咧有一款眼霜啊，我呢款眼霜咧，平時你哋幾百蚊係咪？我呢一款眼霜咧，佢平時咧都99蚊一瓶嘅，係一瓶嘅直播間嘅朋友仔，你睇清楚咯喎。哇，咁大樽！嗱，你睇清楚咯喎，呢個質量係咁樣嘅喎，佢平時係99蚊一瓶嘅，我今日咧佢入到我哋直播間咧，我叫佢打折，你睇唔睇到？睇到。然之後咧，你攞翻去係眼霜嚟㗎，係眼霜嚟㗎，你攞翻去試，打折啊！嗱，99蚊打個折。嗱，睇住小丸姐姐眼周咧，一定係要塗眼霜，大家唔好用嗰啲面霜塗去眼霜嘅位置，因為眼霜位置嘅皮膚係最嬌嫩嘅，佢係承受唔到嗰啲面霜嗰啲厚重嗰啲咁重啊 ，rich 好 rich 啊，咁眼霜咧係輕薄啲嘅，咁如果你係用面霜塗去眼周咧，你會容易有油脂粒，即係一粒粒一點點。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用眼霜，特別係我哋中年嘅夫乸仔啊，25歲開始嘅，你如果有好多皺紋嘅，你有冇聽過 SK Moto 啊？咁我哋呢個產品咧，佢入邊咧個首選咧就係2裂酵母，你可以搽一搽咧
SK 某 2咧，佢係咪2列酵母？而我哋2列酵母呢個成分咧係非常之貴㗎。咁我哋今日咧，我哋一瓶佢99蚊，但係今日去到我直播間39蚊9一瓶，抵唔抵？抵哇！抵唔抵？抵。然之後嗱，如果你哋想，連個瓶都好高端啊！如果你哋想試下嘅，我咁樣好冇？我再叫品牌方送多一瓶俾你哋，39蚊9兩瓶。係咪㗎，小丸咁大？真係㗎，因為我哋係微分子技術㗎，用咗，然之後咧佢好快吸收嘅喺周圍。如果我哋有好多皺紋嘅朋友仔，我哋一定要用。你唔使慳啊！你平時如果買貴嘅，咧就係佢即係好加速佢嘅吸收。咩叫微分子？就係吸收得好。冇錯。嗱，20秒可以吸收，你哋自己攞翻去試下。然之後咧，你可以開一罌，你用7日，你覺得唔啱嘅，你可以退翻嚟。兩罌係嗰啲比較慳家嗰啲媽媽們咧，平時咧佢都係買咗面霜，佢就唔會買眼霜噶啦。但係喺呢度咧，我強調下，千祈唔好用面霜塗去眼周啊！唔係呢度。你咁樣好唔好？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可以俾幾多份？因為當時咧佢話俾18份嘅啫，想要嘅打個1，我幫你申請下。我唔係話嗰啲割韭菜嗰啲人嚟㗎，你39蚊9，你走去食個漢堡你都唔治嚇。2樽喎，你自己睇睇啦，佢真係99蚊一支㗎啦。咁然之後去到阿小圓姐姐直播間，打開佢俾你睇睇。阿梁仔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？眼霜嘅時候咧，用手指指腹用無名指腹，唔好用力捽啊！眼部係唔可以用力捽㗎。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睇有冇特價？嗰度咧，佢本來咧，佢就係諗住緊話俾你正裝試用7日嘅，咁你應承咗人哋，跟住你而家又突然之間叫人哋俾多一支出嚟咁人哋好為難嘅喎。咁你俾唔俾啊？你俾嘅我就買咯。小丸都開咗口啦，你去講啦。嗰啲嗱，而家啲人全部打1啦，嗰啲媽媽。你頭先講話18份係嘛？18份我覺得應該可以溝通。你唔係18份啊，佢俾咗18份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68份，快啲。俾多一支就要68份。嗱，因為佢好抵嘅，為咗20蚊一支都唔使啊！呢個眼霜，快啲得唔得？全家都可以用啊，男人都可以用。我叫佢上30份先啦，我叫佢上30份先，跟住我同佢溝通，嗱，咁佢話係咁樣嘅，我哋上30份啦。嗱，我哋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1、2、3，上車。係。好嘢。嗱，你見到我咧，我係好少賣眼霜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唔係好識賣護膚品嘅，但係我都覺得佢好，而且咧我買得到佢咧係39蚊9兩支。屌，嗰啲閪佬咁快已經拍咗咁多份啦！佢自己走咗入去拍嗰啲閪佬，自己識得入去小黃車發嘅，我自己都未上，佢已經拍咗，點解會咁樣嘅？唔係，我頭先啱啱一開始我驚你乜嘢為咩嘅，跟住然後咧我就彈咗下槍，跟住後邊我就落翻啦。點知啲人已經好手快，咁變態嘅咩？咁快嘅咩？係啊！你睇睇啊，你睇下剩翻幾多份啊？你自己睇睇啦，你問下佢，你問下佢哋咁手快嘅點解？今日真係死啦！咁手快嘅真係手快有手慢冇嚇。唔單止係可以塗喺我哋隻眼，我哋塊面都係可以用，佢可以當面霜咁樣用，因為我哋塊面、我哋眼睛嗰啲皺紋咧係比較淺嘅，好似我哋塊面嗰啲法令紋啊、抬頭紋啊，仲有我哋嗰啲魚尾紋啊，你都係可以去塗，你可以當面霜咁樣去用，都係可以淡化你塊面嗰啲紋紋路路。係啊，如果我哋平時咧啲木紋粗啊，我哋可以放埋落去啊，咁樣去當面霜得唔得？係咪當面霜會更加好啊？微分子技術啊，好心你個死人化妝品店咧，你啊講清楚啲啦，微分子，你同我屌鳩佢。好，我死咗入嚟咧，乜閪都唔解説，整到我喺度解説又唔識解説，我吔蕉咁樣食屎屙飯咁樣。佢好似話識得聽白話嘅，識得聽係點樣啊？60不黑，乜閪都唔識，仲學人哋做品牌方。嗱，佢可以咧抗皺緊緻淡紋報告咧，我哋係有噶，打出嚟咧，屌鳩你！我煩到你鳩咁，死做品牌方仲咁嘅喎。咩？笑乜閪啊？我俾你笑死我！我頭先見到佢打嘅。叫個品牌方嚟真係。眼霜通常有咩用咧？就係抗皺啦、提升啦，同埋緊緻，肯定係呢幾樣噶啦。搽得眼霜肯定係抗皺、抗抌落嚟啊！因為你眼皮會抌噶嘛。會啊！1到30歲咧，佢咁樣噶嘛，佢會咁樣去抌落嚟噶嘛，會咁樣抌落嚟噶嘛。所以咧呢度咧好多媽媽們，如果真係未用過眼霜嘅，趁住而家咁好福利，快啲買翻去試下，你哋就知道有咩好處。咁有人問咧，眼霜用嚟做面霜得唔得？我個人係唔建議㗎嚇。點解咧？眼霜係提供唔到我哋面部皮膚所需要嘅養分。哦，咁啊，咁我哋用面霜啦，我哋都有面霜㗎，呢個面霜。係面霜，你又唔可以搽去眼部啊，眼部搽去油脂粒，你知唔知有咩叫做油脂粒啊？知道，生呢啲一粒粒仔㗎嘛，白白色㗎嘛。個品牌方上咗嚟啊，不過佢話佢淨係識講普通話，佢識聽白話不過。哎，你好。男的還是女的？男的。你搞什麼鬼啊？你作為那個品牌方那個客服號又不打進來，不打出來啊？因為我們這一個款就是說，我們這個就是說2列酵母為成分嘛，就是說主打。誰人都知道了，2列酵母，還有呢？因為我們還有膠原蛋白，膠原蛋白你也知道是一個填充，還有補充的嘛，就是說對我們。你聽唔聽到？佢除咗2列酵母咧，佢仲有膠原蛋白喺度嘅。如果我哋兩面粒得勁一仔咧，你可以經常咧朝頭早用1次，晚上用1次，係咪 Vivian？
对，針對我們臉上的紋紋路路具有很好的一個抗皺緊緻的一個功效嘛。然後我們的2列酵母的成分已經有48%的一個成分了。2列酵母咧有48%啊，你講啊 Vivian。48%嘅2列酵母，還有玻尿酸啦。然後我們裡面還有3個進口的一個進口成分，3個國家的一個進口成分嘛。什麼啊？成分有咩嘢？說吧。3個國家的進口成分，德國、荷蘭、美國。什麼成分啊？叫做2列酵母，還有膠原蛋白，還有一個生育酚。生育酚啊？生育是生育啥的？生育酚它是一個啊，生育酚它是一個對臉上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屏障保護。哦。唔好意思，我啱先啦。即係等於佢啊，我哋翻譯下啦。佢等於咧，佢膠原嘅蛋白咧，就等於可以幫我哋填充翻我哋嘅。跟住另外咧，佢呢個可以再幫我哋做一個保護罩。哦，明白啦，我們這一個一瓶是60克的，別人家一瓶20克的都要賣到99，我們家60克的嘛，一瓶都是頂別人頂3瓶的容量啦。哦，知啦，生育酚啊，生育酚啊，知道啦，大家姐香港嘅識鳩柒啦，今日之前唔識鳩柒，今日鬼撚知啫。我啱先仲衰啊，有一個叫世界嗰個咧，我死讀咗瞓機啊，仲抵先。總之佢嘅3個成分係由3個國家嘅認證㗎啦，已經係好好嘅。Vivian，你哋平時買眼霜咧幾錢一盎嘅？我哋啊話幾百蚊嘅喎，嗰啲。嗱，你幾百蚊係咪？但係咧，我今日咧有一款眼霜啊，我呢款眼霜咧，平時你哋幾百蚊係咪？我呢一款眼霜咧，佢平時咧都99蚊一瓶嘅，係一瓶嘅直播間嘅朋友仔，你睇清楚咯喎。哇，咁大樽！嗱，你睇清楚咯喎，呢個質量係咁樣嘅喎，佢平時係99蚊一瓶嘅，我今日咧佢入到我哋直播間咧，我叫佢打折，你睇唔睇到？睇到。然之後咧，你攞翻去係眼霜嚟㗎，係眼霜嚟㗎，你攞翻去試，打折啊！嗱，99蚊打個折。嗱，睇住小丸姐姐眼周咧，一定係要塗眼霜，大家唔好用嗰啲面霜塗去眼霜嘅位置，因為眼霜位置嘅皮膚係最嬌嫩嘅，佢係承受唔到嗰啲面霜嗰啲厚重嗰啲咁重啊 ，rich 好 rich 啊，咁眼霜咧係輕薄啲嘅，咁如果你係用面霜塗去眼周咧，你會容易有油脂粒，即係一粒粒一點。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用眼霜，特別係我哋中年嘅夫乸仔啊，25歲開始嘅，你如果有好多皺紋嘅，你有冇聽過 SK 某 2啊？咁我哋呢一個產品咧，佢入邊咧個首選咧就係2列酵母，你可以查一查咧 SK 某 2咧佢係咪2列酵母？而我哋2列酵母呢個成分咧係非常之貴㗎。咁我哋今日咧，我哋一瓶佢99蚊，但係今日去到我直播間39蚊9一瓶，抵唔抵？抵。哇！抵唔抵？抵。然之後嗱，如果你哋想，連個瓶都好高端啊！如果你哋想試下嘅，我咁樣好冇？我再叫品牌方送多一瓶俾你哋，39蚊9兩瓶。係咪㗎，小丸咁大？真係㗎，因為我哋係微分子技術㗎，用咗，然之後咧佢好快吸收嘅喺周圍。如果我哋有好多皺紋嘅朋友仔，我哋一定要用。你唔使慳啊！你平時如果買貴嘅，咧就係佢即係好加速佢嘅吸收。咩叫微分子？就係吸收得好。冇錯。嗱，20秒可以吸收，你哋自己攞翻去試下。然之後咧，你可以開一盎，你用7日，你覺得唔啱嘅，你可以退翻嚟。2盎。係嗰啲比較慳家嗰啲媽媽們咧，平時咧佢都係買咗面霜，佢就唔會買眼霜噶啦。但係喺呢度咧，我強調下，千祈唔好用面霜塗去眼周啊！唔係呢度。你咁樣好唔好？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可以俾幾多份？因為當時咧佢話俾18份嘅啫，想要嘅打個1，我幫你申請下。我唔係話嗰啲割韭菜嗰啲人嚟㗎，你39蚊9，你走去食個漢堡你都唔治嚇。2樽喎，你自己睇睇啦，佢真係99蚊1支㗎啦。咁然之後去到阿小圓姐姐直播間，打開佢俾你睇睇。阿梁仔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？眼霜嘅時候咧，用手指腹用無名指腹，唔好用力捽啊！眼部係唔可以用力捽㗎。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睇有冇特價？嗰度咧，佢本來咧，佢就係諗住緊話俾你正裝試用7日嘅，咁你應承咗人哋，跟住你而家又突然之間叫人哋俾多1支出嚟咁人哋好為難嘅喎。咁你俾唔俾啊？你俾嘅我就買咯。小丸都開咗口啦，你去講啦。嗱，而家啲人全部打1啦，嗰啲媽媽。你頭先講話18份係嘛？18份我覺得應該可以溝通。你唔係18份啊，佢俾咗18份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68份，快啲。俾多1支就要68份。嗱，因為佢好抵嘅，為咗20蚊1支都唔使啊！呢個眼霜，快啲得唔得？全家都可以用啊，男人都可以用。我叫佢上30份先啦，我叫佢上30份先，跟住我同佢溝通，嗱，咁佢話係咁樣嘅，我哋上30份啦。嗱，我哋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1、2、3，上車。係。好嘢。嗱，你見到我咧，我係好少賣眼霜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唔係好識賣護膚品嘅，但係我都覺得佢好，而且咧我買得到佢咧係39蚊9兩支。屌，嗰啲閪佬咁快已經拍咗咁多份啦！佢自己走咗入去拍嗰啲閪佬，自己識得入去小黃車發嘅，我自己都未上，佢已經拍咗，點解會咁樣嘅？唔係，我頭先啱啱一開始我驚你乜嘢為咩嘅，跟住然後咧我就彈咗下槍，跟住後邊我就落翻啦。點知啲人已經好手快，咁變態嘅咩？咁快嘅咩？係啊！你睇睇啊，你睇下剩翻幾多份啊？你自己睇睇啦，你問下佢哋咁手快嘅點解？今日真係死啦！
咁手快嘅，真係手快有手慢冇嚇。唔單止係可以塗喺我哋隻眼，我哋塊面都係可以用，佢可以當面霜咁樣用，因為我哋塊面、我哋眼睛嗰啲皺紋咧係比較淺嘅，好似我哋塊面嗰啲法令紋啊、抬頭紋啊，仲有我哋嗰啲魚尾紋啊，你都係可以去塗嘅，你可以當面霜咁樣去用，都係可以淡化你塊面嗰啲紋紋路路。係啊，如果我哋平時咧啲木紋粗啊，我哋可以放埋落去啊，咁樣去當面霜得唔得？係咪當面霜會更加好啊？微分子技術啊，好心你個死人化妝品店咧，你啊講清楚啲啦，微分子，你同我屌鳩佢。好，我死咗入嚟咧，乜閪都唔解説，整到我喺度解説又唔識解説，我吔蕉咁樣食屎屙飯咁樣。佢好似話識得聽白話嘅，識得聽係點樣啊？60不黑，乜閪都唔識，仲學人哋做品牌方。嗱，佢可以咧抗皺緊致淡紋報告咧，我哋係有噶，打出嚟咧，屌鳩你！我煩到你鳩咁，死做品牌方仲咁嘅喎。咩啊？笑乜閪啊？我俾你笑死我！我頭先見到佢打嘅，叫個品牌方嚟真係。眼霜通常有咩用咧？就係抗皺啦、提升啦，同埋緊致，肯定係呢幾樣噶啦。搽得眼霜肯定係抗皺、抗抌落嚟啊！因為你眼皮會抌噶嘛。會啊，1到30歲咧，佢咁樣噶嘛，佢會咁樣去抌落嚟噶嘛，會咁樣抌落嚟噶嘛。所以咧呢度咧好多媽媽們，如果真係未用過眼霜嘅，趁住而家咁好福利，快啲買翻去試下，你哋就知道有咩好處。咁有人問咧，眼霜用嚟做面霜得唔得？我個人係唔建議㗎嚇，因為咧眼霜係提供唔到我哋面部皮膚所需要嘅養分。哦，咁啊，咁我哋用面霜啦，我哋都有面霜㗎，呢個面霜。但係面霜你又唔可以搽去眼部啊，眼部搽去油脂粒，你知唔知有咩叫做油脂粒啊？知道，生呢啲一粒粒仔㗎嘛，白白色㗎嘛。個品牌方上咗嚟啊，不過佢話佢淨係識講普通話，佢識聽白話不過。哎，你好。男的還是女的？男的。你搞什麼鬼啊？你作為那個品牌方那個客服號又不打進來，不打出來啊？因為我們這一個款就是說我們這個就是說2裂酵母為成分嘛，就是說主打。誰人都知道了，2裂酵母，還有呢？因為我們還有膠原蛋白，膠原蛋白你也知道是一個填充還有補充的嘛，就是說對我們。你聽唔聽到？佢除咗2裂酵母咧，佢仲有膠原蛋白喺度嘅。如果我哋兩面凹得勁一仔咧，你可以經常咧朝頭早用一次，晚上用一次啊，係咪 Vivian？對，針對我們臉上的紋紋路路，具有很好的一個抗皺緊緻的一個功效嘛。然後我們的2裂酵母的成分已經有48%的一個成分了。2裂酵母咧有48%啊，你講啊 Vivian。48%嘅2裂酵母，還有玻尿酸啦。然後我們裡面還有3個進口的一個進口成分，3個國家的一個進口成分嘛。什麼啊？成分有咩嘢？說吧。3個國家的進口成分，德國、荷蘭、美國。什麼成分啊？就是2裂酵母，還有膠原蛋白，還有一個生育酚。生育酚啊？生育是生育啥的？生育酚它是一個啊，生育酚它是一個對臉上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屏障保護。哦。唔好意思，我啱先啦。即係等於佢啊，我哋翻譯下啦。佢等於咧，佢膠原嘅蛋白咧，就等於可以幫我哋填充翻我哋嘅。跟住另外咧，佢呢個可以再幫我哋做一個保護罩。哦，明白啦。我們這一個一瓶是60克的，別人家一瓶20克的都要賣到99，我們家60克的嘛，一瓶都是頂別人頂3瓶的容量啦。哦，知啦，生育酚啊，生育酚啊，知道啦，大家姐香港嘅識鳩柒啦，今日之前唔識鳩柒噶嘛，鬼撚知啫。我啱先仲衰啊，有一個叫世界嗰個咧，我死讀咗瞓機啊，仲抵死。總之佢嘅3個成分係由3個國家嘅認證噶啦，已經係好好嘅。Vivian，你哋平時買眼霜咧幾錢一盎嘅？我哋啊話幾百蚊嘅喎，嗰啲。嗱，你幾百蚊係咪？但係咧，我今日咧有一款眼霜啊，我呢款眼霜咧，平時你哋幾百蚊係咪？我呢一款眼霜咧，佢平時咧都99蚊一瓶嘅，係一瓶嘅直播間嘅朋友仔，你睇清楚咯喎。哇，咁大樽！嗱，你睇清楚咯喎，呢個質量係咁樣嘅喎，佢平時係99蚊一瓶嘅，我今日咧佢入到我哋直播間咧，我叫佢打折，你睇唔睇到？睇到。然之後咧，你攞翻去係眼霜嚟㗎，係眼霜嚟㗎，你攞翻去試，打折啊！嗱，99蚊打個折。嗱，睇住小丸姐姐眼周咧，一定係要塗眼霜，大家唔好用嗰啲面霜塗去眼霜嘅位置，因為眼霜位置嘅皮膚係最嬌嫩嘅，佢係承受唔到嗰啲面霜嗰啲厚重嗰啲咁重啊 ，rich 好 rich 啊，咁眼霜咧係輕薄啲嘅，咁如果你係用面霜塗去眼周咧，你會容易有油脂粒，即係一粒粒一點點。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用眼霜，特別係我哋中年嘅夫乸仔啊，25歲開始嘅，你如果有好多皺紋嘅，你有冇聽過 SK 某 2啊？咁我哋呢一個產品咧，佢入邊咧個首選咧就係2裂酵母，你可以查一查咧。SK 某 2咧佢係咪2裂酵母？而我哋2裂酵母呢個成分咧係非常之貴㗎。咁我哋今日咧，我哋一瓶佢99蚊，但係今日去到我直播間39蚊9一瓶，抵唔抵？抵。哇！抵唔抵？抵。然之後嗱，如果你哋想，連個瓶都好高端啊！如果你哋想試下嘅，我咁樣好冇？
我再叫品牌方送多一瓶俾你哋，39.9兩瓶。係咪㗎，小丸咁大？真係㗎，因為我哋係微分子技術㗎，用咗，然之後咧佢好快吸收嘅喺周圍。如果我哋有好多皺紋嘅朋友仔，我哋一定要用。你唔使慳啊！你平時如果買貴嘅，咧就係佢即係好加速佢嘅吸收。咩叫微分子？就係吸收得好。冇錯。嗱，20秒可以吸收，你哋自己攞翻去試下。然之後咧，你可以開一罌，你用7日，你覺得唔啱嘅，你可以退翻嚟。兩罌係嗰啲比較慳家嗰啲媽媽們咧，平時咧佢都係買咗面霜，佢就唔會買眼霜噶啦。但係喺呢度咧，我強調下，千祈唔好用面霜塗去眼周啊！唔係呢度。你咁樣好唔好？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可以俾幾多份？因為當時咧佢話俾18份嘅啫，想要嘅打個1，我幫你申請下。我唔係話嗰啲割韭菜嗰啲人嚟㗎，你39.9，你走去食個漢堡你都唔止嚇。2樽喎，你自己睇睇啦，佢真係99蚊一支㗎啦。咁然之後去到阿小圓姐姐直播間，打開佢俾你睇睇。阿梁仔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？眼霜嘅時候咧，用手指腹用無名指腹，唔好用力捽啊！眼部係唔可以用力捽㗎。阿梁仔，你幫我問下佢睇有冇特價？嗰度咧，佢本來咧，佢就係諗住緊話俾你正裝試用7日嘅，咁你應承咗人哋，跟住你而家又突然之間叫人哋俾多一支出嚟咁人哋好為難嘅喎。咁你俾唔俾啊？你俾嘅我就買咯。小丸都開咗口啦，你去講啦。嗱，而家啲人全部打1啦，嗰啲媽媽。你頭先講話18份係嘛？18份我覺得應該可以溝通。你唔係18份啊，佢俾咗18份，你問下佢可唔可以俾68份，快啲。俾多一支就要68份。嗱，因為佢好抵嘅，為咗20蚊一支都唔使啊！呢個眼霜，快啲得唔得？全家都可以用啊，男人都可以用。我叫佢上30份先啦，我叫佢上30份先，跟住我同佢溝通，嗱，咁佢話係咁樣嘅，我哋上30份啦。嗱，我哋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1、2、3，上車。係。好嘢。嗱，你見到我咧，我係好少賣眼霜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唔係好識賣護膚品嘅，但係我都覺得佢好，而且咧我買得到佢咧係39.9兩支。屌，嗰啲閪佬咁快已經拍咗咁多份啦！佢自己走咗入去拍嗰啲閪佬，自己識得入去小黃車發嘅，我自己都未上，佢已經拍咗，點解會咁樣嘅？唔係，我頭先啱啱一開始我驚你乜嘢為咩嘅，跟住然後咧我就彈咗下槍，跟住後邊我就落翻啦。點知啲人已經好手快，咁變態嘅咩？咁快嘅咩？係啊！你睇睇啊！你睇下剩翻幾多份啊？你自己睇睇啦！你問下佢哋。